新聞一開始先來看站7點多，佇咧屏東的萬丹一間加油站，熊熊導火線佫傳出爆炸，附近的住戶是驚甲趕緊報案。初步了解，應該是這加油站邊的倉庫着火，加在是無造成傷亡。大火直直燒，街仔路笑甲光唔光，烏煙直直衝起哩，遠遠的所在就當看到火勢直直傳起，甚至佫傳出連續10多聲的爆炸聲，讓附近的民眾驚甲趕緊報案。他們倉庫在左邊那邊吧？那個爆炸聲，差不多十幾聲有。大火為加油站後邊燒出來，就驚火勢未收煞，消防人員抽水線全力搶救。當時我剛好在車行裡面嘛，聽到爆炸聲啊，我以為人家放鞭炮啊，結果一看，怎麼那個福茂加油站後面的倉庫怎麼在爆炸？當時的爆炸聲好幾聲，哦，超恐怖的。屏東萬丹這大加油站的倉庫囤真濟雜物，8日暗7點多熊熊傳出火災，因為導火所在離油槽敢若20公尺，佮加上火燒了真猛，消防隊唔敢大意，直接調4台化學水靈車到位，局長也去到現場指揮。它是堆放一些雜物跟物品的一些倉庫。有說是那個員工的機車先起火。那這個部分我們還要事後的詳細調查，再去釐清。加油站員工把所有送油的設施攏撤好燈，消防人員直直抓水，差不多30分鐘後順利拍花。初步判斷燒的範圍是加油站的倉庫，不過導火的原因還佫需要調查釐清。加在並無影響到加油設施，也無造成人員的傷亡，不過也讓附近的民眾驚一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